媽咪，我畫完啦，你睇。係喎，琪琪畫得好靚喎。夠鐘叫醒爹哋啦，攞埋幅畫俾佢睇啊。好啊，爹哋起身啦。我頭先畫嘅靚唔靚啊？係啊，哇，好靚喎！哇，4點半㗎啦。爹哋，點解你要戴眼鏡先睇到幾多點嘅？因為爹哋有近視咯。我洗個面先。係。媽咪，咩叫做近視啊？上個星期咧，我哋咪喺圖書館借咗本講眼睛嘅書嘅，我哋一齊去揾答案啦。好啊。咁不如我哋先睇下眼睛嘅結構同埋作用先啦。好啊。眼睛係身體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感覺器官，大部分嘅外界信息都係由視覺系統接收嘅。呢個系統包括咗有眼球、腦部視覺區同埋連接兩者之間嘅神經系統。成長中嘅兒童可以透過視覺系統分辨唔同嘅事物，例如父母同埋其他人嘅容貌，感受物件嘅大細、形狀、顏色、光暗同埋遠近，所以正常視力對於小朋友嘅發展同埋學習都好重要嘅。如果能夠對眼睛認識多啲，就可以幫助兒童預防視力問題同埋及早跟進。媽咪啊，我哋對眼嘅能咁有用㗎？係啊，所以你細個就要好好咁保護眼睛咯。眼睛嘅基本結構包括有鞏膜、眼外肌、眼角膜、晶狀體同埋視網膜。鞏膜即係眼白，負責包住成個眼球，用嚟保護裡面嘅組織。眼外肌就附喺鞏膜上面，令到眼球轉動。眼角膜位於眼球嘅正前方，屬於透光組織。晶狀體位於眼角膜同視網膜之間，都係屬於透光組織。兩者嘅作用係令到光線折射喺視網膜上面。晶狀體嘅厚度仲可以隨住睇物件嘅距離改變，令到眼睛可以睇清楚遠同近嘅景物。而視網膜係覆蓋喺眼球裏邊大部分嘅地方，用嚟接收穿過眼角膜同晶狀體嘅影像。影像跟住就會透過視覺神經傳送到腦裏邊嘅視覺區域，我哋先至可以睇到景物。所謂正常嘅視力，就係指光線能夠啱啱好落喺視網膜上面，並且形成清晰嘅影像。如果影像唔可以正確咁落喺視網膜上面，咁視力就會出現問題。常見嘅視力問題包括有近視、遠視同埋散光。爹哋咪係有近視咯。係啊。近視嘅主要原因係眼球過長，影像嘅焦點落咗喺視網膜前邊，形成咗一個模糊嘅影像。睇近嘅景物就清楚，但係睇遠嗰陣就會蒙查查。度數越深，睇遠嘅景物就越模糊。醫學界對於近視嘅成因仲未有結論，大致上有兩種學說。第一係遺傳。如果父母都患有深近視，
咁子女亦都有較大嘅機會患上近視。第二係環境，有統計顯示，現代人患近視普遍較上一代多，可能係因為長時間同近距離睇書、用電腦同埋睇電視有關。咦，表妹好細個就戴眼鏡，佢係咪有近視㗎？唔係，表妹係有遠視同埋散光。我哋再睇下本書點講啦。遠視嘅主要成因係先天性嘅眼球過短，影像落咗響視網膜嘅後邊，形成一個模糊嘅影像。遠視嘅症狀可以因遠視嘅度數深淺而有唔同，可以係完全冇症狀，或者係睇遠清啲，睇近冇咁清。如果遠視度數好深嘅話，遠同近嘅景物都可能唔清楚㗎。遠視度數基本上好少增加，因為眼球嘅長度會隨住年齡增加，所以有時遠視嘅度數反而會隨住兒童嘅年齡增長而漸漸減少。至於散光，多數係因為眼角膜嘅弧度唔平均而引起嘅。當光線進入眼球之後，唔能夠形成單一嘅焦點，影像就變得模糊。散光可以同近視或者係遠視並存，症狀係睇遠同近都模糊不清，度數越深就會越模糊。要有良好嘅視力，除咗雙眼發育正常之外，腦部仲要有健康嘅發展。視覺發展係要經過影像嘅刺激，再加上學習先至會慢慢發育完成。小朋友由出世至到8歲左右係視覺發展嘅關鍵時期，所以要好好保護眼睛。如果發現視力有問題，就要及早跟進。琪琪，我哋今日講咗咁多有關眼睛嘅常識，你記唔記得㗎？記得。你咁留心聽媽咪講嘢，好啦，我帶你落公園玩啦。好嘢！